白满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滇西北横断山脉三江、金沙江、澜沧江、弄江总谷区，平均海拔4200米。区内栖息着滇金丝猴、雪豹、灵蛇等稀有珍贵的野生动物，黄土沙、澜沧黄山等珍稀植物资源，构成了丰富生物多样性群体。巡山对我们这些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来说是司空见惯的平常事。我们一年中20多次巡山，巡山途中可能遇到许多艰辛和挫折，必须做好一切思想准备。我们装备那些拿好了。我叫司南军丁，今年50岁，在迪庆州森林公安局白马雪山治水派出所当所所长。我在白马雪山工作了3、4年，我的职责是保护白马雪山野生动植物资源及森林生态安全，维护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区社会治安稳定。整个白马雪山保护区就有28公顷，地跨2个县。一般我们这个去巡山啊，那个时候是很多地方没有公路，还没通路，所以我们一般这个走这个徒步是1个多月才转下来。小时候我在我们老家，经常有人看书、图书这个卖出去，然后我总是看见这么大的一棵树啊，这要长几百年、有甚至几千年，一旦砍掉就这个树已经没有了。然后有些人给它卖掉，然后我想这些树是一个有生命一样的，是吧？应该保护起来那个感觉。然后我个人说是你这个树不能砍，我这是那个也是说不服人家，是吧？我一直想是我要有法律手段来那个保护这些那个大树和青山不是那个想法，就是从初中到初一开始就有这样的那个想法，所以我就一直选择了这个职业。我83年一考就考上了这个，然后我当时还是相当那个高兴，是吧？我就是说是不是我的梦想已经实现了。我想问下，珠峰白马雪山珠是的峰，5600。给人爬上去过？有人，我都那边，之前爬过，那边倒是我爬过的，那边它是风太大了。这种要走几天啊？准备1天嘛，黄哥。1天就到了？到了，4300。是了，有点不翻译，那个，但是基本上已经认识一点了，但是不要走急调，还是要慢一点的高原上。此时，原始森林里正是百花齐放的世界，一路上有许多叫不上名儿的小花，色彩斑斓地绽放着，橙红的、紫红的、橘黄的，五彩缤纷，如火如荼。陷入花似玉的少女显得青春焕发，年轻莫名，风中过泻着撩人心肺的花香。巡山过程中，一些记录有没有一些那个违法分子啊，或者是有没有盗猎分子的痕迹，也会做过记录，也会便于那个以后呢做资料做这个调查。还有一方面是我这个养成一种习惯，就因为巡山，累了以后晚上休息时候很枯燥，
是不是？我们就这么说，我就用文字来表达一下我自己心中今天所做过的那些事情的一些看法，或者是自己的一种见解。或者从参加工作开始就写了，也大概在10多万字吧。这个就是小叶黄杜鹃，它可以有些还可以做香料。这样那个黄杜鹃，它有一种那个香味，很难找。高海拔4000以上才有这个。其实这个是现在几乎没有人破坏了。受保护住的那个遗迹的是大概有40多种吧。40多种。啊，40多种。野生动物呢？啊，野生动物是100多种。海拔低的那个，那些侧柏树，这些侧柏树有人挖做瓶颈，就是最近几年才那个流行的。我们抓了很多人。一路上风光旖旎，然而我们此行的目的并不是来游山玩水的。每个人身负几十斤重的行李，穿梭在雪山、草地、丛林中，显得举步维艰。草甸、崖壁、丛林，只要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就不会放个米一丝细节，米一块草地。米一包岩石自行搜索，清理盗猎者所设下的陷阱、钢丝扣都有，甚至炸药。好，我们巡山时候，这些肯定有铁丝钩的，所以动物上危害大。我们就好好找啊！你看这有一个，这一个是吧？这就是铁丝扣了，你看它是按照动物必经之路嘛？你看它一头扣在这边，一头在这，动物这种钻进去就它就勒着了。你看它到处都拦起来，你看吗？必经之路，它必须要这么走，它看不见这铁丝扣。这是伪装的，你看它伪装到后，伪装的东西，这个是把它取下来吧，是吧？把它去掉。对，动物59这种掏起了，这一掏就什么动物人都越炸越轻，越炸越近，对，你看，是这样的。叫我把它取下来，小心点树，树花着树的，这个是。不铁丝扣，还是一个小铁丝不得了。就是危害很大，一天到晚说起给它消费掉。这个它是危害相当大。你看去年我们单位也是那个手脚铁丝钩消费了，几千根，个是4000多根。东西跟小的铁丝的可以。是了。国家一级埃及野生动物都说是，还有那个枪支，去年我们消费了很多枪支弹药。巡山意味着生命磨练的过程。踏迹离地的每一步是沉重的，每一步都有一种危险与安全交错的感觉，也有一种双足轻破在大自然血液中的轻飘飘的封闭之感。这就是去年我们破获的3起盗伐林木的案件，缴获那个没收以后，全部集中在这。有人一个判了3年，一个2年，一个1年半。最大的是有68公分，一共有24根，有些在下边。多年的野外巡山使我们深感，要保护大自然，就必须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一种同盗猎分子赶得赢、跑得赢、爬得赢、
固定的精神与气势，才能保护自然和野生动物。这么多年来，我办了许多案子。那是1987年，我刚满20岁，我们从德清下来，发现了20多个盗猎分子，有10几支枪，已经捕杀了很多野生动物，内脏都在水里漂着。我们当时只有3个人，3发子弹，我们就制定了抓捕计划。等到天黑，他们在喝酒，也就是放松了警惕，我们就上去抓人。我先控制了那个头目，他身上有刀，想反抗，但被我制服了。其他同伙看到那个头目制服了，纷纷的就慌了。张子茂就住后了，张子茂，我这就连夜把人带回来了。最后相当后怕了，那他惨的不是，这他很难吃，他们意想不到我们会突然出现。hello， 切到小伙。走路呀。好啊，哎呀，这走了。哎，阿里，我们这边。阿里这也看着就打那么。哦。你讲我这。那差不多。杨看着还家也快那里，杨几啥当下不想就对我到阶段了，人家就叫人的，阿拉还是白白。阿拉就妈。那好个快点来，就是不知我在这这么久了，不知道，狗那对几开了，狗八点多呀，然后这个那块这个，狗嘛这进来嘛样，那个这包鱼那个在啥了，绝不的，那个那几开恐怕这个在说的呢，在啥了不嘛才绝不能，完了到了嘛样。他是福建小伙，地下村镇的人。以前是，又是土木了，又是打猎那个的，经过我们教育，还有各方面呢，以后他自己也想通。在之后的几年，小伙主动参与到保护生态环境当中，我也给林业部门建议，让他成为了护林员，当了护林员9年了。现在他是我的好帮手、好朋友。金子后有，正好前几天我见了一个，以前是金子后在指定的，然后这个守这个亚拉的公路以后，就是他们放炮啊那些就，他们害怕的就现在已经搬到亚拉那里那里。巴拉他在上不然老百姓主要的任务的那个那个不然那个甚至他那今年不要到的不然今年的新干部是大就走，我对我对甚至你给我对这个那个那了人家上九路可不一抓人家上99到了一个到这里，或者几不装的路到了叫上了，看面了中上了，那我了拍见了。看面中间到一些，我那经常来的。是些小伙这样，我们班上是很多，那个以后就是我们多发展些，他主要嘛，加入到我们白马山保护区呢，生态安全保护的行列里面。正是因为有一群这样默默无闻的守护者，才有白马山今天的青山绿水。白马山的花花草草建制了我们的生态库了。这个是房子是97年这个，因为可是经常来了这13年了。然后当时电也没有，全部都是蜡烛。去上课也是车子也没有嘛，我们不是吧？走路嘛，对，这不走上课。在这个山上保护所这里蚊子特别多，然后你看手啊这些都被蚊子给咬了，然后脖子这些地方。现在还好，现在下雨了，然后蚊子就很少。然后山上这里你看，说下就下，这天气变化无常。高原上就是这样的天气，就是这样的气候。20年了吧？20年。不怕吃苦。去年那个我肯定。
学校是多大的那种。有多好？我们3个在，就他都在那，这么可能。森林公园就我们2个，就最后了，暴风雪。就像是我们2个那天晚上谁就做菜的做到天亮的嘛，然后抓起来抓的回来已经晚上凌晨2点了。这种偷猎分子那种是有点少嘎，现在基本上。人家现在是丝袜乱采的有点多。为什么那个不是打工嘛？现在都是可以打工了，我们为了嘛，你搞什么某些那个是大猎、盗猎不是盗猎，你处罚国家法律是，他说打工嘛，一天100多块钱是来的嘛说。这个是盗猎的话嘛，运气好一点嘛，就连上只干着嘛30万，1年的生活出来了。也那个愿意也赌一次冒险了嘛，跟其他生气是吧？为了一点钱嘛，把活生生的把一个是，也他们就生命那个杀掉。你是前面来回转？对，4月份嘛，4月份来了10来天。5个学期放多少人？30台。哦，够放了吗？那其他有什么动物啊？猎羚，然后果子狸那些，翎毛科的拍到了几种，然后熊吧，黑熊。灵蛇没有啊？灵蛇也有。那人拍到了吗？人的话拍到1个人嘛。哦。和一个。可能是放牛的，也可能是上去采菌的，因为有几台相机的话没有拍到野生动物，但是拍的就是他们放的牦牛那些。人是一个人是吧？对，一个人背这个包。4月份还被他们没有吃上山，那是电影都觉得。现在是在所里面了吧？对，下面在我这嘛，我到时候我回奔子栏要拷给他们。是，然后叫他们拷，我认一下，对吧？哦，好嘞。红外线机是对我们那个帮助很大的，打击盗猎分子啊，打击那些破坏野生动物的，那个也提供很多时候提供了很价值线索。几年前那个动物昆明动物园去做的，然后他那天就他在观察动物的时候，又发现那个人还拿着个枪还接了个手然后马上通知我们就连去抓了以后他。身上太快了，跑得快，但是我们从他的那个红外线机里面就认出了这个人，我们就直接到他家搜查出来，他就不得不承认了，然后他就家里面那个还没有吃完的安阳肉。所长徐龙寿，多高台阶？那个人不拉他，洗澡这个的，结束你要忙不得同时呢，福利也是包，人家是包的，就有，人家个电话都是东。几好像加了，加了。这里肉是人都来是你查，会叫，这都是的。有种新给我们这了，穷考给我们这种的，看采访这个，采访这几把，安琪。要对我说是那你了那什么的，那是怕从其中的嘛，就5万年的嘛嘞。几个抓你弄嘛了，或者国有的意思的，或者个谁的是咋干了的，几个都即便是打的啥的，或者嘛就嘛就拿来有这种嘛的，行吃了，当然，从上边来，快那是呢，夏日这个快穷的那个，螃蟹穷况的，以前。老百姓对我们还是有一些抵触的心理，经常他们就说我们是影响他们的饭碗，是吧？现在好了，他们觉得我们很受欢迎，他们觉得现在
保护好了，林下资源也丰富，他们就解决了他们生产生活的，比如说松茸啊、虫草啊，还有洋豆菊啊，还有林下的野菜啊，都是可以拿到市场里面可以买。没有森林，他们说哪里来的这么多林下资源？所以现在是他们积极的配合我们，是吧？我们现在休息哈，吃个东西。很过瘾。原始森林里瘴疠本身是相当吓人的。我亲眼看见瘴疠中集中一棵杉树，被劈裂的碎木块飞飞四散，其中一根闪着白光的木片，足有2尺长，深深插入我眼前的林头中，立在那里像钢刀一般，层层作响。躲在树底下好一点了。有闪电的话，闪电也没办法了，带是倒好，但是一般碰不着，当然是。一下雨就树子里面就肯定第一个反应就躲在树根下。有些树对不对？你看这些树一样的，还是可以躲雨的。这些树还是雨伞一样的。人们常说，瘴疠是不能站在大树底下，可白马雪山原始森林方圆几百里，除了大树就是大树，身处其中只能听天由命了。在短短的几个钟头里，我们经历了椒盐似火的潮傲，经历了绵绵细雨的林冠。一般人在如此多变的气候下会烦躁不安，既把衣裤的注意了，脱了又穿，穿了又脱下，反复无常，通常落下一些疾病。所以我就这个选择这个职业已经义无反顾了，就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管有什么艰难险阻的，都不在乎，只要把这个事情干好就可以。虽然辛苦，但欣慰的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从以前的每年近100起案件，减少到2016年仅15起。98年，在一次巡山中，把笔记本避暑水充足了。我们过河的时候，那个是大河里涨水，我们过桥的时候就从桥上滑落下来，跌落下来。我也冲了20-30米，在抓住一棵树，然后把我的一起巡山的同事来把我拉上来，那些所有的包包也充足了那一次，所以我至今还觉得太可惜了相当沮丧，或者是相当心痛。这个是我好几年的资料，也有记录着很多的那个东西。现在有些有些东西无法复制。我希望用我的文字记录下白马雪山的美，因为这是我的家，也是这些野生动物、珍稀之物的家。让所有人能认识到，守住这片青山绿水就是老百姓的金山银山，为子孙后代造福。